正义需要强大的武功。皮夹克为了寻找面对邪恶势力的伙伴，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，而一场1年1次的大对决也正要上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克战店。俗话说得好，宁斗好盘丝。那么既然想要好办事，不如来多生几个小孩子。耶！你以为生小孩有这么容易吗？在台中东市的客家人，如果难得生了个健康宝宝，要谢的人太多了，只好谢天。他们会准备一种米食，叫做板。这种食物跟火龙狼的粿很像，用来祭拜爸公，感谢老天爷赏识新丁。所以这种板就叫做醒点板。这种醒点板的文化不是只有东市独有的，像是苗栗有大醒点，屏东嘉东有掰醒点，都同样是生男丁拜板的习俗。但东市地区的客家人不只是自己去做板拜拜这么简单，他们还为此发展出更有组织的新丁会。这个组织反映了早期东市地区互相凝聚、集体防御的需求，需要多些男丁来隔耳，需要多些男丁来保卫家园。新丁会成员还为群众集资一笔奖金，大家来比赛，看谁家的板做得大，谁就赢得奖金，这就成了比胎板。最后这些板会分给在场的所有人共同分享喜悦，慢慢的也就形成了特殊的醒点板节了。东市这个地方地形相较封闭，所以发展出来的醒点板节本来也只是地方性的聚会，但随着客家意识抬头，各地独特的客家文化一一被发掘，一下子就被政府看见，要升为全国性盛会，好热闹的呀！随着东市新丁板节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，对节庆本身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像是新丁板里面的丁指的是男丁，也就是说只有生男孩才是值得庆贺的事，生女孩被称作布等，而不是这个布等，是这个某酸等或是班等。随着性别意识抬头，政府单位试图将新时代的价值融合进传统节庆中，让无论生男生女都要来开开心心做个板，更发展出独特的造型和颜色。但实际上有些转变并没有和当地客家人充分说服达成共识。当性平人士觉得醒点板节的醒点这个名词都要改掉，有些人可就不能接受了。根本都醒点板跟醒点板跟还黑醒点板哦。虽然政府单位的参与让新丁板节产生了一些变化，有丢你宁统，有丢你某宁统，但也的确让这个节日更加发扬光大，让东市更被大家记得。下次元宵节来东市，一起感受一下这场和少子化抗衡的大庆典吧。说到这边，原来皮夹克是遇到赛丁板的决斗，在黄少使出偷吃步打 7 以后获得了优胜。皮夹克的新伙伴似乎出现了，但看着那个获得优胜的巨无霸新丁板，黑皮开始陷入沉思：新丁板是否有其他的用途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晨不去，这是我的助理威凯。这是一块传统的哈嘎醒点板。除了好吃、新奇、好玩以外，能 Q 的醒点板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功用呢？例如拿来避震之类的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准备了一个4人房的小家庭小木屋，里面充满了各种家具。我们现在就来实验醒点板的避震效果到底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好。里面所有的家具都完好如初呢，我们实验成功，但这远远不够，我们要做更大的。我们来到了防灾科学教育馆，听说这边有强大的地震模拟器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的新丁板能不能抵住这一波地震攻击。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地震模拟体验区，那千万记得地震的时候不要惊慌，要镇定，镇定，镇定。这样要躲，不用躲，要躲，不用躲吗 ？OK。相信大家刚刚都已经看到，发生地震的时候应该要有的反应是什么样子，千万要镇定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会把我们的新丁板放在地上，把我们的椅子放上去，来看看我们的新丁板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抗震的建材。如果能够成功的话，相信这将会是我们科学史上的一大发现。好，那接下来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开始，谢谢。看来新丁板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抗震的。实验成功！